今天嘞是立夏，有一句老话说的好，叫立夏不下篱笆高挂。啥意思嘞？就是今天不下雨，今年一夏天嘞是旱天，雨水少，就是这个农具就挂下来用不上。过了这个立夏呀，说明这个夏天来了，都有这个高温了。能种哪些叶菜嘞？比如说苋菜、荆芥、红丝菜，这几样子嘞，40度都不影响它长。夏天的种菜啊，我还建议叫大家种到垄上，因为呢咱的地多呀还好些，咱的地少肉嘞都感觉可惜了。这个背上来呢，可以种韭菜，也可以种红丝菜，它不见阳光也长，水浇大了它也长。种菜啊得了解它的习性，了解它的习性以后嘞，你不叫它长，它也得长。如果你喜欢种菜的嘞，可以点开头像看看作品，净种菜的小技巧。